好，今日咧我就會咧準備咧同大家講解一下呢個雙天之守護者，即係我哋4月30號更新嘅一個擴充包啦。咁事不宜遲，開始啦。咁我哋直接跳到太陽同月亮啦。呢張咧，其實我覺得可以配第日魯卡，因為第日魯卡係前邊補咗2粒能量啦。咁就打30啦，係咪？咁就配2個能量俾佢啦。咁就就可以打到傷害啦。咁第2回合啦，佢因為第日魯卡一個人都承受到傷害噶嘛，第1回合佢就打唔到咁高嘅對方。咁跟住咧，呢隻嘅降屬性嘅太陽啦，咁佢就同第日魯卡換，咁就打120。不過就自己承受到10點咁嘅傷害，咁正常益時都係未死嘅，再調，再撤退，再轉翻隻第日魯卡上嚟，再打咁樣，咁就會有一個無限嘅撤退流出現啦。好，咁但係我覺得都係月亮好啲，因為點解咧？陣間睇落去啦。雷超咧，佢就根據對方嘅能量啦，去加30。如果對面係最新嘅嗰隻叫咩？嗰隻叫咩？特克萊伊同埋嗰個奇拉蒂納嗰個牌組咧，可以係打到好高嘅傷害嘅。呢張佢咧超勁，我同你講，奇拉蒂納喺下邊，佢喺上邊。我每一個回合補一個能量落去嗰度，加埋隻沙奈朵，佢簡直係無敵啊！又撤退到啦，又攻擊到啦，奇拉蒂納又打到啦，係直情係無敵啊！咁最後尾莉莉亞嗱，呢張係重點，呢張我今日最想講，將一隻2階進化嘅寶可夢恢復到60 HP， 呢張我係最想要，因為2階進化就係正係嗰張月亮同埋嗰張嘅降屬性嘅嗰張鐵狗啊，係咪叫鐵狗？係正係嗰2張，所以配埋咧簡直係神。咁好啦，4月30號，好，今次嘅分析就到呢度。如果詳情嘅話，更新嗰日我係會再同大家10連抽啊。唔一定更新嗰日，可能之後啦，我一定會有一次10連抽嘅。請等大家期待，拜拜。